邊一個發明了返工？我要給佢米田共。邊一個發明了返工？返到我越嚟越窮。例如薪金1萬元，明如天都沒了月1萬元，靈魂賣給了大財團。邊一個發明了返工？以為自己好有用。邊一個發明了返工？阻礙藝術發展速度。投了薪金2萬元，我的青春就快用完。2萬元，我有更多事無法做完。渴望有一個平原，沒有政府，沒有主權。這平原，有好多個美女舞蹈團。邊一個發明了返工？唔係8個就係8工，邊一個發明了返工？喺度玩接龍，到了薪金3萬元，我哋都應該唔會有3萬元。3萬元啲人通常都有啲錢。我渴望這一個平原，之後都同我見唔完，見你唔會講買股票、買車、結婚、生仔、買樓、買船。